時間交託在你嘅手中，我哋求你與我哋同在，帶領以下嘅時間，使我哋在呢處聆聽嘅都有所得着，有所共鳴。我哋咁樣祈禱，奉靠耶穌基督名求，阿門。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叫時不如我啊。咁呢個好似好消極嘅一個題目，但係事實上咧，呢個題目係實在存在嘅。點解咁講咧？我哋首先翻去睇今日嘅經文啦。喺我哋所讀嘅約翰福音入邊咧，就紅字嗰處咧就講到，因為呢位姊妹咧，佢將呢個好貴嘅香膏咧係放在高在耶穌基督嘅身上。而當時啲門徒特別有意見啦，就係嗰位要出賣耶穌嘅猶大啦，咁佢就話呢個香膏咧係有呢個價值嘅。我唔知道點解佢能夠講得出呢個價值出嚟，300個銀幣啊！300個銀幣咧，即是一個人嘅300天嘅工作嘅工錢。咁啊錢係好緊要噶啦嚇，即係1年嘅工錢噶啦嚇，就除咗休息日之後啊，咁你睇到咧，耶穌回答佢一個好簡單嘅答案，就係由他吧。他這香膏本是為我的安葬之日留着的，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哋喺埋一齊，但係不常有我。呢個姊妹咧，佢捉住一個時間，呢個時間佢認為最適當嘅，而去將呢個香膏咧放高在耶穌基督嘅身上。但係有一啲嘅聲音出嚟咧，就體驗出有一啲嘅唔同嘅意見。咁邊個時間先至啱咧？而耶穌講呢個時間係好適當嘅。喺腓立比書我哋讀過嘅，喺頭先就講到保羅講咗一句話，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有益的啊，而先前我以為對我有益嘅，但係今日我點樣睇一件事幹呢？我哋知道萬物都有定時嘅，傳道書講凡事有定期，天下每一件事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耕種有時，撥出有時。咁咩叫做啱啱好呢？個時間啱啱好呢？叫做適得其時呢？就係好似箴言所講嘅，一個金蘋果跌在呢個銀網子裏，或者個銀盤子裏。由呢個原文個翻譯有啲出入嘅，即係今日睇原文呢，有陣時咧係有啲誤會嘅。譬如講銀網或者係銀盤子咧，都差唔多一個意思。即係啱啱好呢個金蘋果放喺一個網入邊，或者放喺個盤子入邊咧，嗰個過程入邊咧係一個好適當而且好恰當嘅一個位置，放住一個金蘋果展現出嚟咧係美麗嘅。所以佢個適合好適當一句適合嘅話，好處咁嘅情況。適逢其時咧，或者係適逢其會咧，都係時常喺聖經入邊出現嘅。喺箴言16章4節咁講，耶和華造萬物各適其用啊！嚇咁啊，傳道書咧7章14節咧就講到順利時要喜樂，患難時當思考。咁我哋要思考啦，或者我哋要睇點樣喜樂啦。上帝將這兩件事都發生，因此人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啊。咁你知唔知道最近咧全世界都係喺處震撼啊！我哋個總理咧，新總理真係喺上咗電視咧，係同大家講呢件事，就係美國個關稅調高咗對全世界。咁新加坡享受嘅就係最低嘅，就10%。但係10%係我哋所知道嘅咧，因為加上原有嘅可能就唔止10%啦。咁樣就係，但係總理咧已經係講出呢件事咧，對新加坡嘅經濟咧係一個衝擊嚟嘅嚇，所以唔係咁簡單啊，有啲嘢會發生啊。咁而佢有嗰陣時曾經發生，就係1930年曾經係有國家咧，啲大國咧將啲關稅咧提高咗，然後就發生咗第2次世界大戰。時不如我，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好被動嘅。有陣時我哋有病，唔係我哋想愛嘅，但係忽然間病就嚟啦。有陣時我哋好被動嘅，因為我哋好想做呢件事，但係嗰件事從未夠發生過。所以人生係好多時候係冇辦法做一個抉擇選擇嘅。所以有人咁講係時也命也非我之能啊！即是時也命也非我之人嘅意思之下，我今日能夠成功，唔係我有好大嘅能力，而啱啱個時間同嗰個生命嘅過程嗰個節奏啱啱喺嗰處咧，我搭着呢個機會我就 OK 嘅。大家都感覺到每日嘅生活入邊咧，行到個巴士車站嘅時候，咁你先知道咧，同車已經離開咗你啱啱1分鐘。咁跟住落嚟下一輪咧就等10分鐘
你話死啦，就係坐嗰時等10分鐘。但係啱啱到車站，你發覺巴士就喺你面前，你就踩上個巴士上咗車啦。咁你好多時候係唔知道究竟個巴士同你到達嗰個車站嗰個行動啊，因為有時就搭巴士嘛，咁我就知道有陣時真係要有耐性去等巴士嘅。OK， 咁唔係時常你都能夠捉得到嗰個時間個時間啱啱好，但係啱啱好嘅時間你會好高興啦，係嘛？你縮短咗好多時間啦，你又唔需要坐喺嗰個車站嗰時白等好熱啊天氣係嘛？或者落下雨咁樣啊。所以有好多成功咧，有好多人係自己創造咗機會，但好多時候呢啲人係人類入邊嘅少數啊，好少數。有好多人創造機會，啲機會都不存在嘅，結果又失敗咗。仍然咧，我哋不能夠咧跳過呢個時空嘅限制，所以時不與我啊。咁啊，香港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卡通片叫做麥兜聽過未啊？咁麥兜阿媽咧係好出名嘅一個角色咁佢咧就係忽然間有一個諗法，希望麥兜咧係能夠有一日咧成為一個成功人物咁樣咁就想起咧香港有一個好傳統嘅文化叫做搶包山，就喺杜全道嘅家鄉長洲啦嗰處搞嘅咁咧佢就帶咗麥兜咧去到長洲，就揾到一個當年好威水嘅人物叫黎師傅，姓黎嘅。然後咧佢就叫佢咧教佢點樣練習成為一個高手，能夠成為搶包山嘅高手。然後發覺咧咁唔單止係咁樣咧，呢個麥兜媽媽咧就寫信俾奧林匹克嗰個運動嘅委員會講話，希望將呢一個爬呢個搶包山嘅呢一個活動咧列為世界奧林匹克嘅呢一個世界運動會個項目之一㗎啦。當然係冇可能啦。咁不久之後咧，呢個因為搶包山每年都會死人嘅，傷人就死人嘅，所以咧就結果就冇咗啦。聽講近來又有翻啦，冇咗啦。因為呢個係傳統嘅文化節日嚟㗎嘛，咁冇咗，因為死咗人啦。所以嗰陣時麥兜嗰個時期咧，就真係時不與我啦。佢用咗好多時間咧去練啊。佢個師傅咧，佢話喺我隻腳呢隻腳咧就係搶包山先至有嘅我腳瓜幾強啦咁結果麥兜喺個山上嗰時單腳練習咗好多年咁但係咧呢個搶包山嘅活動咧就取消咗啦。咁即係白練咯，白做咯白嘅盼望，結果咧時不與我。OK， 有一位在耶穌時期嘅一個人物叫做掃羅就後來就係好出名嘅偉大神學家聖經嘅一個作者保羅啦。咁佢未信耶穌之前咧，佢係一個曾經咧係反對基督教非常之惡嘅一個呢個法利賽人。OK， 咁樣佢咧就有一個意願，佢覺得呢個時機到啦，咁佢要去攞咗個文書，就落到呢個大馬色，走去捉拿嗰啲基督徒，因為基督徒走啊嘛，個個都走咁佢就去追去捉咁佢以為呢個係一個恰當嘅時候，但係真係時不宜去咯。咁佢在呢個大馬色嘅路上遇到耶穌，耶穌個大光照耀佢先知道佢錯咗。所以我睇到上帝咧係在保羅嘅身上咧係伸出佢嘅手嚟阻擋佢做傻事嘅上帝有佢自己嘅安排同埋恩典，所以最後保羅願意歸順同埋悔改，同埋回到成為主所用嘅重要嘅僕人。所以後來保羅咁講，從今以後不要有人再攪擾我，因為在我身上帶着耶穌嘅印記。所以保羅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從今以後，以前嘅事幹同埋以後嘅事幹。喺耶穌所講嘅一句話，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誠實嚟拜他。OK， 咁呢個就係時候到了呢個時間啱啱喺耶穌嘅時候開始有一個新嘅一個觀念，唔係在山上，又唔係在耶路撒冷，而係每個人在心靈誠實去敬拜主喺啟示就講，先前嘅事都已經過去了，上帝會抹去一切嘅眼淚等等。OK， 所以我哋有時間嘅呢一個規範，甚至在主嘅恩典嘅當中。第一，我哋要識得把握時機。人活在世上咧，必須要體驗一種節奏性嘅存在，節奏性嘅存在非常之重要。
荀子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係嘛？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所以咧年幼咧，每一個年入邊咧有春夏秋冬，月有月圓月缺日有白晝黑夜，呢啲都係一個節奏，生命嘅節奏。我哋要順著呢個生命嘅節奏去過每一日嘅生活咧，我哋就會好健康啊！所以我哋人體入邊嘅生活活動咧，要有跟隨呢個嚴格嘅一個節奏。呢個節奏好重要，我哋稱為生命嘅節奏，或者大自然嘅節奏、救贖嘅節奏。咁喺呢個節奏過程入邊咧，我今日帶咗一個機器過嚟啦。咁就係呢個你睇到個機器，啱啱我有一個咁樣我帶過嚟。咁呢個係一個節奏器。凡係你學鋼琴咧，你都會買一個。咁啊，你愛買嗰個咧，應該係呢一種係最 standard 嘅，先至最正確嘅。因為其他嗰啲電子嗰啲係比較先進啲嘅，呢個係最早期。咁啊，所有我哋要學嘅音樂咧，一定要跟隨呢個節奏。如果離開節奏去彈奏一首音樂嘅時候咧，你就會係一個失敗嘅一首音樂啊。所以節奏咧係一個我哋點樣去學習去合拍呢個節奏。咁樣跟住嚟，我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唔好再放呢個 video，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呢個，就係我哋要點樣同節奏同步。嗱，呢個節奏唔單止咧包括喺音樂上高，係包括喺整個所有嘅宇宙上高，都係跟隨節奏嘅。包括喺建築，陣間我分享個建築嘅時間嚇。咁我呢個係產生一種共奏共鳴嘅個方式。咁咧喺呢個節奏器入邊咧，依家我放喺個時間咧就係80叫做80嘅呢一個速度 ，OK？ 比較 beat per minute，right？OK？ 呢家係行緊啦 ，OK？ 咁如果咧我用個 ukulele 彈一個節奏唔知大家聽到佢叮佢叮就係第一拍啦我而家跟住呢個係慢嘅我快啲。OK， 呢個就係嗰個。咁我哋你彈快係咪？你彈慢係咪？你有冇跟節奏啊？有。咁個節奏係咪快咗？冇。節奏係咪慢咗？冇。佢係一致咁樣滴度嘅。咁你係彈快，或者你彈慢，或者你講快，或者講慢，個節奏係一樣嘅。大家捉住呢個題目先啦，一樣。咁因為我彈呢個 ukulele 同佢嘅聲音咧，會係配合。然後你會聽到咧係一個合奏或者一個好可以領受嘅音樂。如果你離開呢個節奏嘅時候咧，你就變咗一個好難聽嘅東西。咁最近大家知道就係曼谷33層大樓倒塌嘅事件咁呢個事件咧就有好多嘅人出嚟講好多負面嘅嘢啦。咁我就喺網上揾到一個建築師咧，好中肯嘅去睇呢件事。咁你點樣會喺曼谷呢個地方會離開緬甸嗰個鎮區咧？係1000公里1000公里幾遠？你知唔知道啊？即係新加坡去到差唔多檳城咁遠咯喎，係咪啊？差唔多去到檳城咁遠，即係咁遠嘅地方，你邊度會震得咁緊要㗎？成座33層嘅樓咧係冧咗落嚟。即係我哋唔講負面嗰方面先，我哋講正面嘅。佢講出倒塌嘅原因嘅其中嘅第3點咧，我覺得好有意思。佢話其實咧，佢攞咗喺墨西哥發生嘅一件事，就喺墨西哥嗰個震央嘅地方咧，係離開呢個墨西哥嘅城市咧，係距離有400公里咁遠嘅。而呢個震區咧所產生嘅震波咧，係150嘅 cm 嘅一個秒所以你可以大家想象就係你如果喺地震嘅時候咧，你唔會睇到係咁樣喎，你唔會睇到你係睇到，因為好快個震區好快，
所以個震盪嘅速度係好闊嘅，所以你一定會暈嘅，你一定會亂嘅。你以為係唔知係震到乜嘢咁樣，震得好緊要，係150個 cm 嘅呢一個震幅。但係咧，佢嚟到一半嘅時候，200公里嘅時候咧，佢個震幅咧只係剩翻18咋，即係150到18係爭幾遠？大家知唔知道啊？係爭好遠喎，18得咁少啊嚇！咁少咯喎，個震幅係少少啊，即係你企嗰時你覺得，好似震緊，係咁多啫。但係咧，佢去到墨西哥市嘅時候咧，佢個震幅係從150調高到170。點解會咁咧？因為佢嗰個係個盆地效應，嗰個盆地效應咧係將嗰個震區嗰個震動咧去放大咗，從150調高到170，就成為當時嘅墨西哥嘅一個最凄慘嘅地震嘅一個禍害。咁但係你講個地震區唔喺墨西哥市啊，喺嗰個靠近海嘅地方啊，好遠㗎。咁點解會震到喺嗰個墨西哥冧咁多樓咧？係因為盆地效應。嗰個曼谷咧係一個盆地，所以震區咧係影響咗泰國好多，因為泰國好多地方都係個盆地嚟嘅。因為點解係盆地咧？大家知唔知點解係盆地啊？因為個個都攞地下水，攞咗地下水之後個地方就沉咗落去㗎啦。沉咗落去之後咧，因為泰國人好中意打地下水，所以成個國家都係慢慢沉落去，所以好多地方變成一個盆地。所以大家去到曼谷旅行嘅時候，哇咁鬼熱嘅地方，因為係盆地效應係咁嘅。所以我哋知道一個節奏咧係可以影響另一個節奏嘅一個地方嘅一個frequency 係會共振嘅啊。所以我哋嘅生活嘅節奏咧係要快又慢咧，其實係可以有唔同嘅感受啊。今日你感受，今日個社會咧轉化得太快啦，節奏得太快啦啊。其實咧發覺咧自己追唔上啊。其實大家知唔知道，我哋每個人都係公平嘅24小時一日，你唔會有25小時嘅，你唔會有26小時嘅，每個人都係一樣嘅一日，係咪？但係點解你覺得時間過得快咧？點解你覺得嗰個節奏會快咧？其實你就係感覺嘅上嘅，不代表正常嘅速度啊！學音樂嘅人咧，當你唔識一首歌嘅時候咧，你發覺首歌咧你好難追嘅啊！咁你發覺首歌其實好快，但係如果你識得嗰首歌嘅時候咧，你覺得咧嗰首歌係 OK 嘅，唔會快，啱啱好嘅。所以生活嘅節奏對每個人都係一樣，所以我哋重點係我哋跟唔跟得上個節奏，我哋要學習去跟上個節奏。節奏個誤區咧就係一個國際嘅研究入邊咧，認為有好多人咧在節奏比較快嘅，佢認為節奏比較快嘅生活區入邊咧會有更有效率，而人咧會感到更加幸福。呢個係一個1999年嘅兩個心理學家嘅一篇論文啦，唔使分析佢。所以音樂個角度嚟講咧，4/4嘅4分拍鐘咧，我哋可以 set 60到120，但係呢個宇宙或者呢個地球上個 timing 咧，可能係100個 ppm。咁呢個在4拍嘅呢一個音樂入邊咧，無論你行幾快，無論你嘅歌唱幾快，你唔會離開呢一個速度同埋呢一個100嘅 BPM。OK， 所以我哋要學習跟上，唔係我哋學習超越。我哋冇能夠超越，但係我哋可以跟上呢個節奏，快慢咧相對嘅節奏係絕對嘅。OK， 呢個好複雜啦，點解講到複雜？咁樣快慢兩相宜，行穩方至遠啊！想清楚先至去做，想過如何做先至去做，強過咧你沒有想過就去做，結果咧就浪費時間。包括咧你會尋找回頭路，或者為自己嘅錯誤嚟埋單，咁可能坐下監啦，咁就嘥咗2年3年啦，係嘛？無論你嘅車跑幾快，你要根據嗰個國家入邊所定嘅交通嘅節奏。無論你食得幾快，你根據你嘅身體消化嗰個節奏，你唔得強加上去，咁你就胃痛噶啦，肚痛啊！無論你幾忙碌，最後你嘅身體健康是怎樣的？係你今日搞到你個身體殘晒，跟住落嚟你就瞓張床上咧，要捱過日子嘅啦，係嘛？把握節奏就係把握時機。喺基督教嘅節奏就係耶穌賜下嘅救恩。我哋接受主耶穌基督就係把握呢個最大嘅時機，回應上帝嘅呼召，係捉住生命嘅節奏。從今以後，保羅講，我哋都在主所救贖嘅節奏上高。成為葡萄樹上嘅枝子係要做乜嘢㗎？係要結果子㗎，係嘛？
點樣結果子啊？按時結果子，係咪？受造嘅不按時結果子嘅無花樹咧，就係嗰個因為佢冇果子，有果子嘅時候佢冇有果子，咁樣耶穌就造就咗佢。結果子唔係一種功德，唔係我哋個功德，唔係我哋我要結出果子嚟啊，咁樣我就係能夠贏得主嘅愛，唔係咁樣。呢其實結果子係我哋嘅本分，我哋嘅本質係生命嘅本質嘅一部分。你嘅生命如何，你就能夠結出任何個果子。再第二，時機同埋責任。何謂時不與我呢？我哋嚟到呢一個年紀啊，60幾歲以上呢，我思想呢，人生只有2大階段，就係出生嘅時期嘅到兒童時期，另一個時期就係你退休到你最後需要好多人照顧嘅時期。咁呢兩段時期呢，係不能夠負起好大嘅責任嘅，不能夠做好多嘢嘅。我哋需要依賴其他人，不能夠承擔好多事。呢個真係時不與我啦。時不與我個階段係咩呢？睇到自己可以做，但係不太可能做；睇到自己可以負起嘅責任，但係不太可以付出嘅責任。周圍嘅關係漸漸消失，物是人非，隨風而散。必須重新去思想自己嘅身份同埋定位。我哋下一個步係做乜嘢嘅呢？我哋重新考慮自己嘅能力同埋價值。我可以在呢個人人以為我年紀最老嘅時候，我做得啲乜嘢呢？我能夠做啲咩嘢呢？我哋嘅價值在呢？但係最重點就係我哋在主嘅眼中看為寶貴，呢個最緊要嘅。其他嘅都係短暫嘅，在永恆嘅上帝眼前，我哋看為寶貴。大家知道猶太人有一個節日叫普爾節啊。普爾節嘅來臨呢，大家睇到普爾節要食一啲咁樣嘅食物呢，係烘出嚟嘅一個三角形嘅餅。據講呢個三角形就係當時波斯嗰位大官嘅帽啊，所以你要食嗰個餅。咁咧仲有喺普爾節入邊咧要做好多嘅準備好多嘅嘢。咁呢件事係發生在以西帖書啊，就係 Esther 啊呢個女王皇后，唔係女王，皇后就去有機會嚟到王嘅面前求呢個王咧幫助嘅呢幅畫。咁呢個以西帖皇后嘅時機咧，在於末底改呢一個官啊，呢個官佢係一個官嚟嘅。如何捉住機會咧，使到以西帖佢個侄女咧係可以入宮啊？然後咧末底改當時嗰個皇后被廢除啊嘛，呢個係一個時機啊，所以佢讓以西帖入宮。然後末底改如何在呢個位列嘅朝堂之上知道消息？呢個消息就係惡人哈曼。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原文哈曼嘅原文呢個詞咧就係惡人。所以咧我相信咧，你如果在波斯歷史上揾呢個人叫做哈曼咧，係揾唔到嘅，因為佢聖經係唔叫佢個名，叫佢做惡人，直接叫佢做惡人㗎嘛。所以惡人哈曼嘅陰謀嚟同呢個以西結皇后講。然後咧，以西結咧冒住呢個冒死咧去見波斯呢個皇帝，然後最後咧又開咗一個宴會咧，宴請呢個大臣哈曼咧，惡人哈曼咧到場，然後皇帝喺樹，佢就喺嗰樹控告哈曼，而哈曼咧就被處死，挽救咗以色列。當時哈曼要殺死屠殺所有嘅以色列人，但係失敗咗，所以哈曼受死，末底改就升咗官。呢個當然個古仔好複雜啦，我就簡短講俾大家聽啦。我哋要學習足不出戶咧，能知天下事嘅。我哋要學會冷靜去分析所有嘅資訊，呢個係我哋今日一定要做到嘅事幹。學習去領取資訊，但係學習去分析資訊嘅真偽，認識真相。首先我哋要同大家講，真係好誠懇咁講，網上嘅資訊大多數都係假嘅，大多數都係假嘅。咁你話我唔睇咪得啦？咁都得嘅，不過你唔睇，你失咗好多學習嘅機會咯。咁你要學習知道咩叫真，咩叫假咯。但係其實真係好多係假嘅，好多係假嘅，因為佢哋要做假，即係得咗好多人嘅支持，好多人支持佢咧，就好多人點讚，咁佢就能夠在嗰個網上咧變成一個網紅，網上嘅紅人。咁你點多啲人去上去睇嘅時候咧，佢就每個月咧最少收入咧就3000到3萬，每個月咧
就喺個網上嗰時死咁講，講呢個唔啱，講個唔好個，講晒啲錯誤嘅信息出嚟。OK， 所以但係有好多人睇，因為好精彩嘛。第一個口才好，但係個資料豐富，第三佢講嘅嘢冇人知嘅，但係又係假嘅。咁佢你又啱啱聽到嗰啲消息，你又好憎嗰個邊個嗰個領袖嗰個領導者或者嗰個政府嘅，咁你聽到咪好高興咯？咁高興好高興，但係事實係假嘅，因為假消息可以得到好多嘅利益，所以我哋要對自己嘅信仰嘅傳承不斷嘅糾正。我哋聽到錯嘅撇去，聽到真嘅去思考，反覆思考，我哋達到足不出門咧，卻能夠知道天下事。加強我哋嘅信息嘅機會，活的時機，人生苦短有限，當珍惜當下嘅活着。基本上基督徒係應該為主而活嘅。咁點樣為主而活呢？應該人人都不同啦，不同嘅人不同嘅做法。有啲人係做醫生、律師、教師、警官，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責任，在對社會、對人民，係嘛？但係我哋只是一個貧民百姓，而家退休嘅添啊！咁咧，貧民百姓做乜嘢咧？咁我哋要自己清楚自己個呼召咯。我哋個呼召係乜嘢咧？當我哋退休嘅時候，叫你去走，你又冇走唔喐；叫你去抬，你又冇力抬啊！叫你去做呢樣，你又做唔出啊！嗰樣又做唔到。我哋活着嘅就是使命。如果我哋嘅使命係活着嘅話，好好地為主而活嘅話，咁我哋嘅內容就係健康。如果今日你冇健康咧，你好難為主而活，你好難為自己而活，你好難為別人而活，因為你冇健康，你仲需要人嚟照顧添。所以健康係第一重要嘅事幹，係咪？重要過其他嘅嘢啦。健康其實就係上帝賜俾我哋嘅責任。OK， 如果我哋深思何為健康嘅時候咧，我哋要知道健康係從人被創造嚟到世界所上帝賜俾我哋嘅使命嚟嘅。呢個使命係對環境、對社會、對教會、對家人對家人。咁喺創世記2章15節，耶和華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園，讓他修理看管，或者係耕耘看管。喺原文係工作同埋服侍主嘅意思。OK， 咁我哋有責任去維護健康。我哋有責任去維護健康。今日我哋要反思，我哋今日喺教會入邊活着嘅時候，喺個教會生活嘅時候，你聽到一啲嘅消息，邊個唔好啊？嗰位牧師唔好啊？嗰位傳道唔好啊？嗰位領袖唔好啊？你聽到係咩咧？你聽到係咪好似地震一樣將佢放大咗去咧？本來得150，你放大到170咧？你係咪倒米咧？你係咪搞事咧？如果你係咁樣嘅，你就唔係促進教會嘅健康，係咪啊？你係咪促進緊教會嘅健康？唔係喎，你係破壞緊教會嘅健康喎。所以今日你喺教會入邊，你會聽到一啲唔好嘅嘢，你會唔會一直喺個係啊？嗰個人嗰個領袖咁樣唔啱嘅，咁啊你聽到之後係啊，真係唔啱㗎，正衰人嚟㗎，你係咩啊？潑火加油係咪啊？你驚佢燒唔夠啊嘛，加啲油燒着咗佢，燒夠啲咧咁樣。所以今日我哋要求我哋對社會有健康嘅社會，我哋要求我哋嘅政府係健康嘅政府，我哋要求我哋教會一樣要健康嘅教會。呢個就係我哋應該做嘅責任。有好多時間我哋時不如我，我哋做唔到噶啦。但係有一樣嘢，我哋要捉到最基本上帝對我哋嘅要求，我哋要健康。OK， 身體健康，家庭健康，教會要健康，小組要健康，人與人嘅關係要健康。你要好小心嗰啲加油添火添醋嘅人，你要小心，因為佢哋係做破壞者。所以在呢一個健康嘅過程入邊，要知曉撒旦魔鬼就是那破壞者。OK， 所以我哋要用好要求嘅第一件事，唔係聽誰講乜嘢，而係我要健康，我自己要健康，我個朋友要健康，我家人要健康，我教會要健康，我所有嘅事幹都要健康。希望係咁。總結，所以我哋接受咗生命好多時候咧，時不如我嘅。OK。咁咧，我哋嘅依靠咧，唔係時與運，
係冇得依靠，因為嗰啲係可能係社會入邊嘅0.0幾個% 嘅人咧，能夠踏上嗰個快車咧，即刻咧致富，或者即刻點樣，好似中國咁樣，又靠近海岸嗰幾個大城市咧，好多人發咗達，但係好多內入邊嘅咧，仲未搞得掂，係嘛？仲係在貧窮嘅呢一個嗰處掙扎。我哋藉着耶穌基督嘅救贖嘅恩典，在所行嘅事上，一方面接受時不如我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仰賴主，而靠主而活做當做嘅事，回應主所俾我哋嘅呼召。個呼召係咩咧？大家身心健康。我哋嚟祈禱。天父感謝你，我哋知道我哋嚟到呢一個時刻。